你不说话我都不习惯了。提醒我是个话痨吗？我知道那幅画是你画的。很不喜欢吗？不是。那为什么淘汰这幅画？不是不喜欢你的画，而是因为画画的人是你。就因为是我，所以才否定。对。为什么？尹小姐，你好，我是程总的助理，我送您出去吧。谢谢。听说你是专业画画的？对啊，10几年了。这么厉害，那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中央美院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对了，我可以看一下那幅被选中的画吗？好厉害，不愧是专业的。你就是令璇璇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去工厂。其参考价值与实际盈利额同样重要，所以做好数据记录与后期总结意义重大。令璇璇，坐下。让坐下开会，大家都等着呢。哦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我们玉美龄的彩妆线研发成功，新品将要跟樱树同时发布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玉美龄这个名字太怀旧，如果新品发布，它的市场定位和气质不太一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得需要一个新的名字，你们觉得呢？什么？这件事情保密。程总，你这么做就是在蹭樱树的热度，你这样太对不起会议网了吧？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请你站好队，你是我们公司的人。我们是好朋友，而且这个项目是我找的会议网，所以我要对得起他的信任。我一开始就有我自己的计划。所以你自从拿到樱树的代理之后，你就一直在工厂待着。原本以为你是不负责任，后来我才发现，你的目标根本就不是樱树，是你自己的品牌。因为你知道，樱树在高端护肤品内有一定的知名度，而你的品牌主打的是中国宫廷品牌。你知道你的品牌很难打出知名度，所以你就想利用它做营销，对吧？对，你还不算笨。所以你利用我拿到樱树的代理，根本就没有想好好做这个品牌，你就想让别人给你做嫁衣。怎么？你是打算马上告诉你的绯闻男友吗？我原本以为你是个成功的商人，是个好老板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说过，我随时接受你的辞职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能说说吗？不行，牵扯到公司的业务，我什么都不能说，只能自己生闷气。可以啊，璇璇，你终于成熟了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如果说我做生意的手段影响到了你朋友的利益，你会怎么办？刚说完你成熟，还是藏不住。其实啊，在我看来，不管是会议网还是程立，他们的智商呢都远在你之上，所以你担心的那些事儿，可能在他们看来都不是事儿。我什么都没说呀，
有这么明显吗？还挺明显的。哎，防住！防住！哎，跑劲儿！哎，来，再来！啊，跑起来！哎哎哎！来，防住！防住！来，我来，这边，小夏，等山！哎，就是吃火药了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怎么样？起来。行了，今天先不打了，你们先散了吧，回去吧。行吧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打球又不是拼命，工厂那边不顺利。没有，令许旭呢？让他帮我买点水。没来。这特助不称职啊！怎么样？没我好吧？没你好，没你好。他又惹你了？女人在工作这方面太感性了，总是有自己的情感、自己的认知。那也总有我替代不了的地方吧？是，什么时候走啊？等通知呢，需要我随时叫我。而且你俩应该很快就和好了。想好了？这是我能想到对两个公司最好的解决办法了。逃避就是。珣珣，你真要走啊？你知道老板那脾气，他就一阵儿一阵儿的。哎，你看那次口罩那事儿，他不也很快就好了吗？别走了，别走了。小静，谢谢你的照顾，以后常联系。你真走啊？程总，听说令珣珣离职了，好像跟程丽闹得不太愉快。给令珣珣安排一份工作吧，做得隐秘一些，工资标准给高一点。好。喂，朱全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是莫尔酒吧。
这边请。来，坐起来。来。会议网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让他喝这么多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个人到酒吧喝这么多，人家还打电话让我去接他。让你去接，他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呀？我也不知道。好好照顾他吧。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衣服，来来，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别装了你，怎么回事？说。什么都没发生。勾引未遂啊？哎，未遂。他其实都差点亲我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又忍住了。哇塞，哎，这会议网也真行啊！你都这么主动了，还坐怀不乱。本来呢是想试试他对我的感情，结果把自己试出来了。厉萱萱，你不会是他派来的间谍吧？你们俩这么多年真的是够累的。我觉得我要摊牌，我忍不了了。李老板，有人买我的画，请问是谁啊？可以跟我讲吗？你把账号给我，我把钱打给你，但买方要求保密。李老板，哎，尹小姐，不夜咖啡厅。在我的地盘，我比较有安全感。安全感？堂堂周全还需要安全感？
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件事儿，我很气。所以大白天就喝酒？壮胆吗？不用壮胆，我直白的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我们在招聘网站上看到你的简历，7年一直都没有工作吗？是。一直是家庭主妇？是。那你对全职主妇群体应该非常熟悉吧？身边挺多的。我们在做一个社区服务的软件，针对育儿养老问题，里面有一个项目，就是鼓励主妇在家创业。闻到粥的香味就起来啦。我睡了多久2个多小时吧。周全这个寒碜劲把我整天都搭进去了。那你就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呗。我听说你辞职了，周全说因为我，怎么了？这是商业机密，我不能说。商业机密。魏成立，你明明知道令寻寻是我好朋友，你还让他走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的绯闻女友一心向你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别说，过来。令寻寻在你旁边是吗？在啊。那你转告他，我授权让他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你。既然他这么在乎你，总能让你知道吧？哎呀，你还笑？你知道这事我心理压力有多大吗？我一直以为可能是因为我，你才愿意把那个樱树的代理授权给他们，没想到程立他居然把它当成幌子，要做自己的品牌。我想跟你讲的，但是我跟公司签了那个保密协议，我什么都不能说，我变得可难受了。站在你的角度，你的担心、你的坚持都没有错，但是站在职场的角度，我觉得是你这个层级的人不会懂的。就如果连你都懂的话，你应该拿的是程立的钱，而不是你现在的工资。不是，那程立这么做，你也不生气啊？我生什么气？从一开始，
成立他们公司就在我们的考虑范畴之内。那对我来说呢，我们需要一个产品线分装、降低人力成本的一个模式，而你们玉美玲正好符合我们的需求。而刚好林总监换掉了，换成你，又刚好你是周全的朋友，所以就顺水推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换而言之，之前来的是什么蒋寻寻、陈寻寻、张寻寻，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。哦，你这么说，我还挺伤人的。哎，但是程丽想把他的牌子和你们的品牌捆绑做营销，这事儿你也知道啊？知道啊，程丽跟我提过，只是他跟我提的时候心里也没底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究竟能不能蹭到这波热度，能不能借力使力都还不好说，所以我就保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。所以说，弄到现在原来是我自己给自己加戏呢，我杞人忧天啊！我都能想象到他现在那个表情，他肯定是故意不说破，就是想看我笑话今天，太过分了。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感谢他，他在教你。他教我，他一个小孩怎么教我？哎呀，论做生意吧，如果他是大学毕业，你应该还在幼儿园。我有这么差吗？我要是你啊，我可能就会跪下来谢谢他，他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就是为了让你长记性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们俩好了？好了，但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嗯，走了。那我送你。拜拜。拜拜拜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喂。您好，请问是令寻寻小姐吗？哦，我是。我是今天面试你的周经理，我正式通知你，你被我们录取了，恭喜你。这么快啊？你不愿意吗？哦，那我要求的工资也能给到我吗？是的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下周正式上班。哦。喂，你好，王助理。程丽在家吗？如果不在的话，我去收拾个行李。朋友找我有急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那谁陪我啊？早点回家吧。那我让麦克去陪我喝酒了。还是早点回家吧。
你这属于内道超车。可跟你一起竞争的那些对手，随便一个人拿出的技能和才华都比你强，你承认吗？我承认，那个尹小姐有10多年的绘画功底，而且还是中央美院毕业的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求职时的那种迫切吗？为了那次机会破釜沉舟。有很多才华横溢还比你努力的人，都在等一个机会，而你，凭什么拿自己的业余爱好，来挑战别人吃饭的本事？虽然不愿意承认，但程立的犀利和直接，让我无处遁形。以前遇到问题，我总是找别人的错处，找不到就自我否定，然后选择逃避。现在我似乎有点明白，什么叫做性格决定命运。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如果是轻易求来的，还算是机会吗？更何况，你也不缺机会吧？那我要求的工资，你们也能同意吗？是的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下周正式上班。周经理，谢谢你对我的信任，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份工作更适合我。你是以此抬高身价是吧？以你的简历，我想不会有更好的工作 offer 了。真的抱歉。还是挺自在的，像不像上学的时候？哎，寻寻，你看我，看我，辉王，你混蛋！我，你试试。程立，你混蛋！就是“混蛋”2个字才要中气十足，放松你的身心。来，再来一遍啊！混蛋！哎呀，我还是怂。哎，你说，我们俩，一个失恋，一个失业，其实也挺好的，咱们俩凑合过吧，好吗？哎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失恋就是自己作的。你跟慧王2个人太怂了，前怕狼后怕虎的。哎，说不定背地里正后悔的哭呢。我也不知道呢，谁会哭？反正会哭的那个人呢，不是我。哎呦，厉害！是不是？来，嫂子。来。哎，对了，今儿突然请哥们吃饭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啊，一桩多年的悬案结了，心里踏实，庆祝一下。好，开心开心。我去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后悔的哭吗？你不是说要哭吗？不是，你别催我撒气啊！停一下！哎呀，你别不管我呀！你好，我是董小欣，我毕业于北京第2外国语大学，我精通英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、韩语以及日语。
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家政，我特别喜欢做菜。您看一下，这都是我做的菜。我还会打毛线，跆拳道黑带，喜欢打游戏，参加过 WCG 比赛。一个人靠在窗户旁，一幅画已勉强看不清楚那表情和模样。时间漫长，回忆过往，无处去安放。天微亮，偏悲伤，怪自己忍不住去想。习惯性做伪装，其实你和我感觉都一样。不会逞强，在镜子旁模糊的迹象。我承认是我一直在假装，快忘记自己原本的模样。就沾湿了眼眶，怪自己还不够倔强，全力抵抗却无法遗忘，不想再假装。我们回别墅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叶璇璇，我的咖啡还没到。给。令璇璇，打印机没纸了。哦，好。昨晚你再给我看一下。好。叶璇璇，帮我订一下晚餐的餐厅。好，放心啊，马上。王栋，换个家政吧，连消毒水味道都盖不掉。老板，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第6个人了。我朋友律所的人说你十项全能，效率极高啊。可能是被程力逼的吧。经历了他之后呢，做现在的工作都特别快乐、轻松。轻松是感觉到了，但是快乐去哪儿了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可能是刚来这个工作没什么归属感吧。不过心态不一样，跟程力一起工作的时候，每天都谨小慎微、小心翼翼的。不过有一点进步就特别开心，但是现在这个工作虽然游刃有余，但是就没有那种小鞭子抽你的感觉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欠虐？哎呀，也不知道程力现在怎么样了。他那么多龟毛的生活习惯，估计很难找出理。哎呀，你就别担心人家了，他怎么会缺想给他干活的人呢？令璇璇，林轩轩，你现在立马给我回来！轩轩啊，
我这有点事儿，你回来一趟呗。